嗯，究竟點樣先至可以流得快啲呢？今日我哋學加速交叉步，Let's go！我哋溜冰嘅時候呢，主要用前交叉或者後交叉，要嚟加速同埋轉彎用嘅。無論我哋去邊一個方向都好，我哋記住喺一個圓形上面，永遠係出面交叉去裏面。學交叉步之前，首先我哋要學識呢個左右單腳線。如果唔記得嘅同學可以睇返之前嘅影片。然後我哋可以企喺度原地交叉踏步，記住每一次都要遞高個膝頭哥。首先我哋做咗右踏去左先，交叉嘅時候如果右踏左就右手喺前面，左踏右呢就左手喺前面。特別要注意嘅就係當你重心腳開始交叉嘅時候，你要打側，然之後微微升高腳尖，等你重心轉去裏面嗰隻腳做重心。當你交叉嘅時候，記住個身體要向裏面挨，千祈唔好驚，因為如果你向出面呢，你就交叉唔到，轉唔到重心去裏面，咁你就會跌噶啦。然之後我哋可以扶住牆練習，注意重點就係你擘大之後可以停一停，跟住打側隻腳，交叉之後記住升起個腳尖。等你可以容易啲轉換個體重重心去裏面嗰隻腳。當你熟習咗之後，跟住我哋可以喺出面跟住一個大嘅圓形嚟到練習。記住我哋交叉嘅時候呢，擘大隻腳要停一停。等個速度唔好太快，然之後打側交叉夾實隻腳耐啲，起碼3秒以上。等你個速度唔好咁快，咁就會比較容易做喺初學嘅時候。跟住之後我哋可以做連續嘅交叉，就係當你翹實咗隻腳之後，拎出嚟嘅時候要即刻擘大，咁至為之連續。如果我哋可以連續到10步呢，咁你嘅交叉步就成功咗噶啦。記住兩邊都要做埋喎。而交叉步嘅進階版呢，我哋可以喺個牆側邊練咗先。首先雙腳微微曲膝，掗咗隻後面嗰隻腳先，跟住交叉之後裏面隻腳再掗多次，每一次都會有2次嘅 push 推冰嚟到令到個交叉更加之快速。每一次交叉嘅時候，我哋都要盡量單腳 hold 耐啲，盡量將個姿勢平衡耐啲單腳。之後我哋就可以加快個速度頻率，咁就會越嚟越快噶啦。今集嘅時間又到呢度，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、點讚同埋收藏。記住留言俾我啊！下集我哋有型到核爆嘅殺仔，記得收睇啊！多謝各位。